窄嘅辦公室都可以運動。辦公室健身術系列教你企喺度、坐喺度，每日用零碎時間從頭到腳活動一下，翻完一日工都唔會變成僵屍。喺手臂後面嘅肱三頭肌連接住肩胛骨、臂骨同埋肘關節嘅突出部分，係伸直手踭嘅主要肌肉，可以將手臂向後移動。三頭肌同肩袖肌群之間應該有足夠嘅空間，俾神經線穿過。如果周邊肌肉僵硬，空間就會變窄，神經線就會受到壓迫，令到肩膊周圍嘅肌肉發痛。尤其係抬起手臂呢個動作嘅時候，更加容易令到三角肌產生痛楚。抬起隻手，屈起手踭，用另一隻手將手踭向後拉，維持20至30秒。要點係將抬起嘅手踭用力彎曲，令到肩胛骨自然向外展。如果要扶住被伸展嘅手踭，覺得好困難，可以採用站姿，面向牆站立，將手踭靠喺牆上面，身體壓向牆，借助體重施加力量固定手踭。如果三頭肌特別僵硬，抬起手臂或者屈曲手踭都會覺得好困難，用呢個站姿伸展三頭肌會比較有效。